就那对面菜是那什么去呢？没呀了，菜是。老师来，你做动作来，动作来，什么都不打，你不打，什么都不打。可能有一点点菜不压的。你有你嘛等不等好不好？这个菜还吃个。要别吃以后弄大米了。
你嘛等不等好不好？这个看下去的。可能要别提你后弄等了。太也挺多。